南的嘉南药理大学邀请地方的长辈到学校来体验一日大学的生活，教长辈用精油来做药膏，老大人甲大学生做伙度过难忘的一天。来到嘉南药理大学的教室内底，会当看到坐伫内底拢是阿公阿嬷，因拢是大内区宽路社区的士大人。有团队邀请来体验做一天的大学生，学校嘛特别安排欢迎熟悉香草食物和制作精油药膏的课。生活当中常见到的一些园艺植物，然后利用一些小的技巧，可以把园艺的植物来疗愈我们的生活。每一位士大人拢感觉课程真心熟，宽路社区的士大人嘛邀请大学的老师和学员，未来会当来到大内区省，做参加社区活动。来台南家药学校吼，大学家来学做迄个薄荷的药膏吼。学校嘛用在地食材做好食的中昼顿，予士大人食。同时嘛安排阿公阿嬷穿学术服，做为翕一张相，留下美丽纪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